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简介。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大家见面，毋是问你食饱未，问讲今仔股市是跌还是升？台湾钱即马真正呛甲全台心中噗噗喘。嘛，讲是出口业者是甲保险界是吊重伤，佮讲是美国甲咱的头移落去。那么升跌敢是无遮好？那么有其他的好处呢？今仔日四位专家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原地大学 EMBA 教授高仁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平安。那么第2位，中经院经济展望中心研究员兼主任彭硕玲。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那么第3位，台经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刘永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4位，台国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罗信聪。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那么台票呢一直咧变大圆。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初5亲身来说明汇率，呼吁市场的评论人员唔通乱用。那么杨总裁强调讲，中央银行第一无参与到台湾甲美国经贸工作小组，而美国财政部嘛无要求新台币爱升值。另外，针对讲有报道指出，南韩的中央银行的行长承认，美国有对着亚洲国家来施压。讲咱的外交部是澄清讲，这个解说是上过头了。外围市场是供需来决定，这2天它真的是确实是波动过度了。我们也有尽我们这个职责进场去调节。新台币汇率连续2节暴升，未少靠出口或者是美金结算企业根本未付反应。市场的评论人员切勿用预测的方式来评论国内汇市相关的议题，那甚至会波及到我们实体经济。也要呼吁我们的厂商不要听信这些市场过度的夸大或不实的分析，那产生了这个非预期的一个的心理来抛汇，反而会损害到他自己的利益。伊呼吁市场冷静，央行表示最近波动主要原因是因为投资人有其心理，表示美国并未要求新台币升值。COVID-19 之后，美国呢？就是对晶片对电子零组件这些的需求非常强烈的，那所以呢，我们对它的一个顺差才节节上升，那这个跟汇率没有关系。也承认新台币升值期间有发现亲像脱音现象，金额正大，不过实际数据无方便讲。有类似的现象，但是呢，我们有提出警告，他就是要来炒汇的。对外界质疑台票暴升甲美国贸易谈判有关系，行政经贸谈判办公室透过新闻稿表示，关税谈判无确定汇率议题。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会对比谈判小组也无包含央行。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要讲这个题目1点钟应该是讲袂完。那么尤其你若平常时无咧博这个美金，还是有咧算这个汇率的。当然，你有可能是业界的人，你真实的直接的感受。但是我的先今仔日相对向受害、向有利，那么从此以後要安尼行哪里去？這3項來講起，互大家有大約一個認法，安尼咱今仔1點鐘要講得完滿。首先咱來看這個圖表，受害的業者。即就是講，咱台票即擺變大圓，真好買。但是你出口的人，你來愛叫，你看電子半導體，咱尤其還有咧做電腦的，本來就是茅山道士，迄利潤就咧報哇！但即擺就慘啦，但是我聽講人伊舊年的時陣，人伊就開始
开始咧刷位啊，吼，收款的时阵吼，就紧换换的，吼，伊早就拢好好啊。所以我问的拢是上市的公司哦，上无有然后电子五哥啦吼，我上无问到3哥啦，吼，这有工具机吼，这纺织，这纺织，但是纺织，咱台湾的这个亚度，甲这个占比吼，其实就无偌济啊啦，吼，过来，这上当上的寿险，寿险拢在算啥？吼，小等老师的专业的吼，拢知 bond market， 这种物件到底是对咱有什么影响？咱咧买保单拢用代表咧买啊，是安怎一回事？甲这中央银行有什么关系？小等来讲，受惠的产业，食品因为进口的原物料，航运，会当减少2-3亿，所以你就知影吼，你若有咧移股票的，你看其他股市你就知影，资产，台北资产，这个平等啊，可能会提升啦，我讲可能啦，因为还佫真侪因素嘛，观光。当然免讲啊！即摆你去，即摆台湾人去到外口，敢若大爷但是这敢是唯一的好处呢？即我先问高老师，我看了一篇文章啊，讲日本当年广场协议的时阵其实这个升达未必然会导致着这个泡沫经济啦，是因为后手所做的代志，伊甲这个汇率伊放较灵去，所以哇烧钱了，大家无去做迄个真正要互产业提升的这个工课，拢去赔死命去买万国的话啦，去买一寡资产啦，来开啦，去迄个第5大道去买迄个老仔厝啦，安怎？所以才来败去，敢是安尼？咱的启示是啥物？是表面上大家看这个。迄种的广场协议是有这个现象啦因为为啥？因为日票为240块兑1美金一摆压甲上悬到80块1美金，后来有搁调转来变120块兑1美金就是长期来看是平均是安尼，所以日票本来是足俗的对这对这美国人对这全世界这国际你看日超俗所以拢甲日本买物件嘛，是毋是？这些忽然间这日票即马变贵变贵就是变以日本的购买力啦叫买力升起来升起来一些冒遮济红仔票要创消费是毋是消费？但是呢，日本人其实我讲甲亚洲人大家拢差不多，拢想讲，我家己爱欠一寡，你知影就是也是嘛是讲过度储蓄啦，过度的储蓄，所以因嘛是去投资因为日票贵，你就去投资嘛，投资啥？投资外面的这资产，房地产所以美国的房地产等等但是呢，我要讲一个就是讲，咱即马看讲。日本就是失落的30年，但是这30年间，唔是因拢无做代志啦，因为日票贵的原因，日本是上大先去投资越南、投资泰国，甲投资这东南亚国家，所以咱即马你看来讲，因若是失落30年，完全拢无动的时，即马日本股票是34000几点，因为因这34000几点拢是这。这公司去已经去我听有啊，这日本人嘛，毋是食素的。对，因为已经去外国去投资嘛，所以用外国的这资源去趁钱转来。但是有一步歹，因为伊的就业拢创造伫外国，创造伫外国。日本呢，伊就转型变服务业嘛。嘛拄着全球化。对，所以日本变伊就转服务业，服务业。伊啥当了上好，观光当了上好所以日本即马伊的 GDP 内底有足大一部分拢是爱靠外国去观光去消费嘛所以伊自然呢，伊这工业这等等的，就是因为日本成本贵渐伊就较无遐强，但是伊就是6条的上重要的
部分，譬如讲咱台湾半导体顶游的这个原材料。化学原料啦，化学原料啊，甲这个上顶头这个机械设备，拢爱依赖日本，因为伊就是剩的伊只毛山稻穗拢放掉啊，吼啊放掉，结果倒几国去食，就是咱讲的亚洲速销量去食，吼，咱吼台湾、韩国、新加坡啊个香港，香港伊就是。老师，安尼我问啦吼，那即摆升达，你认为对台湾是好还是好？是好还是好吼？我感觉就是爱看咱全民吼，甲政府安怎去做。但是我认为对咱好处会较大。哦，连老师的评断啊吼。嘿先等一下，我先来问裴老师。裴老师你讲，就老师的问题我问你嘿，这对咱是好还是坏？我感觉讲应该看无共款的产业吼，啊，佮无共款的你的企业营运的无共，所以就差别真济啦吼。啊，若讲对咱的总体环境来讲啊吼，第一啦，你想看嘛，就是讲自从4月初2，咱的对等关税开始了后啦吼。本来我是讲对等关税了后，其实你看迄当阵拄发布的时，你看咱全世界所有几乎啦吼，大部分的国家伊的汇率的变化情况啊吼，大部分拢是贬值。对，一开始是贬值，因为讲关税来啊，可能大家就爱成本咧较悬嘛吼，厂商的可能利润就较低啊。无信心啦。系啊，所以就会贬值。结果无想到讲一个月了后吼，你看咱台票啊，升值的幅度啦吼，是即摆看起来是差不多十几%这之间安尼。嘿，毋过你看吼，共这个时阵啊吼，咱的股票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实际上吼，你甲其他的国家比起来，咱股票是点数是落上济，吼嘛是差不多十几%。这个附近，嘿，所以你刚刚讲，这情况就感觉真奇怪咧，哦，毋是讲经济好，咱的代表才较值钱嘛，吼，啊，即摆咱会讲，恁股票嘛落，啊，你新台币嘛较悬，这原因是安那？我感觉对讲有利甲无利，有利跟不利的因素来讲啦吼 ，GDP 佢讲生产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对咱较尤其是讲对迄落出口的业者，还是讲对迄寿险业者来讲啦吼，是较不利的情况嘛吼。毋过你像你头刚讲的，讲对食品啊，还是讲对航运啊，对观光啊吼，迄可能较有来。毋过我感觉讲迄种的，你看可能要甲时间留较长者啦吼。嘿，对，因为可能短期吼是可能有利的因素啦吼，毋过若长期吼，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会搁再起嘛？我感觉种这30块这个界限啊，嘿，可能是6月底之前的一个应该讲节点啦，吼，其实咱知影讲自从迄海湖庄园吼。了可能啦吼，因为是咱台湾吼，不只讲是迄个关税要甲咱扣，伊其实是讲咱大家就伊迄个产业去美国去投资，对，若要去美国投资来讲呢，伊就可能个美元吼更较弱势，就是美金会更较弱，互你企业愿意去那里。你知影我意思吼？太歹势，嘿，所以阮即马大部分因为央行讲袂使讲袂使乱用汇率，所以阮即马是无得讲迄。总裁，阮无哦，阮拢无要哦。袂使讲伊的价位会到哪里啦？吼。所以我拢无问讲有人咧操作哦。是，毋过即马一般的想法啦吼，因为其实你看关税嘛都开始伫讲了嘛吼，结果尾啊是会到一个水准毋知啦吼。毋过即摆看起来是可能这台票升的幅度，加你关税幅度吼，其实是做伙伫一起来看。互相作用哦。对，因为若无意外啦吼，其实半导体吼，伊的迄个第一阶段的这个资讯收集吼，伊滴马仔对，即摆已经有一寡风声出来啊嘛吼，对，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啦吼，是认为讲其实伊爱绝对不止讲是你讲可比讲这代表升啊30就会使。
我感觉，因为应该是讲，主要的国家来讲啦吼，譬如讲咱头拄讲的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吼，其实你看这三个国家，包含马来西亚嘛是啦吼，拢是伫啊拢有受到美国的压力啊，伊的币值嘛拢有较升的情况啦吼，所以我的想法是讲，这个升值吼，可能是。即嘛，因为咱的央行出来讲啦，吼，所以可能是先互一个喘息的机会，小喘一下，小喘一个对。啊，尾啊呢，可能会。我看罗老师咧头笑，小等才来问你。但是我要先问哦，老老师，是，我莫问讲咱有操纵无？嗯，我来问讲，这有科学伫的无？科学哦，应该是讲详细的资料，当然是咱中央银行较看会到啦。哈，吼因为咱这两天看媒体的一寡报道，当然是讲，有可能这个你拄仔讲迄个角色有存在。听讲有涨着啦。哦，是安尼，嘿，无啦，因为外汇市场是安尼，咱若讲咱的新台票，吼要争达的话，一定是讲大家伫外汇市场内底买新台票嘛，所以新台票的需求愈来愈强了，伊的价值才会佫起起嘛，对啊，所以。不管是对一款角色啦，咱以结果来看，一定是当初时的新台票争大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你买新台票的人比卖新台票的人佫较济嘛，所以毋才会迄个新台票怎啊佫起去嘛。吼，这是一个方面啦。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当补充一个，就是头拄啊主持人你讲，到底这个汇率起悬还是落价？即摆是起悬来讲，对台湾整体来讲是好也歹啦。吼，我个人是安尼看，就是你若为产业来看的话，就是。像彭老师讲的，你爱看是对一种产业，这个关键是啥？关键我感觉你若以出口来讲，应该是这个毛利率的关系，这是上关键。像你主持人头拄啊一开始就有讲嘛，我遮有一寡资料会当分享互大家知影。譬如讲，咱半导体是咱知影讲，咱的厂商是国际上拢少有迄个竞争力的，伊迄个毛利差不多44%。你来讲像机械啦、工具机啦，还是讲一寡电子零件、汽车零件，还是化工。伊迄个毛利率差不多拢是2成至2成5左右，所以你去遐想，譬如讲，咱若即几工已经起新台票起差不多10%、9%，当然对于因遮厂商来讲，因的毛利就受到一寡影响嘛。拄仔是讲2成跟2成5左右，佫有一寡像水泥、阿门头即种玻璃啦，还是纺织，像拄仔主持人讲，因遮差不多毛利拢差不多是1成至1成5左右。佫有后续佫有啥？20%以内，譬如讲电器、电缆、钢铁。还是一寡塑胶，这种伊的毛利率差不多拢是10%以内，所以若照这个情形来看，咱就会当大约有法度去想象讲，对一寡产业，你若讲汇率直直佫起的话，会受到的影响会较大啦。大概是安尼。但是老师，我加甲你问一题就是讲，因为我记我细汉的时阵迄差不多50年前啊，我足细汉，差不多10岁左右迄电视咧过年的时阵就讲，咱台湾要对这个人力密集要走向技术密集。迄差不多50年前行到上后尾，行到即马出来一个 TSMC， 其他咧，其他听起来按照即马就好包包的啊。应该是讲，咱过去差不多离公元2000年左右的时阵。迄阵啊，我嘛有印象，就是讲台湾咧做即个笔记型电脑，上尾一间厂商为咱台湾的厂甲甩在大陆，铁走嘛。毋过你即几年来看，不管是为股市来看，还是讲以咱厂商的即个趁钱的程度，还是讲伫国际的有法度去用看到的即种程度来讲，其实咱的产业甲过去已经真无共款啦。譬如讲你来看一个上大的迄个差别就是啥？咱伫2020年迄阵啊，就是 COVID-19 的时阵，全世界的产业基本上拢无法度正常运作嘛。问题咱的厂商嘛是佫有法度正常运作，所以迄当时咱的出口、咱的经济的成长率、咱的投资其实表现了拢伫世界算排头前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咱的产业伫即个过程，豆豆啊，你经营佫有进步的当中，已经有改变啦。算用啊。对。基本上已经甲咱20年前已经有改变啦。毋过就是倒来甲咱即马讲即个新台票汇率的问题，就是其实厂商虽然出口你争达的时阵，因较会感觉讲去影响到因的毛利率。问题是不管是落价还是讲起悬起来，迄个波动变化无伤大。
安尼其实厂商较有法度比较有它去适应，应用。而且有法度去适应。啊，咱前几阵啊，迄波为虾米包含咱中央银行的总裁出来开记者会，啊，咱全台湾的民众拢会感觉讲，会较紧张，就是迄个变化的程度比过去来讲是大太济咧。莫讲是一般咧做生意的厂商，民众嘛是共款啊。对投资的，伊敢若看伊连迄 APP 都无法度入去。是啊，所以我家己入学校兼课教册学生啊，嘛是你问讲啊，我即摆遐个美金的存款到底是要解约啊，无解约嘿，所以大家会惊吓是安尼啦。但是吼，我问罗老师吼，是罗老师，这内面到底是有去受到压力，啊，就爱落去移落去，啊，就硬安尼升吗？但是我所理解杨总裁其实个性是真谨慎、真保守呢。互伊一摆安尼落去，是毋是去卡车边叫人下钱？总裁，我无问讲有人为操作哦。其实咱也看自川普就职个即马啦吼，其实全世界的迄个美金的 index 吼，就是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迄个通货栏吼，美金已经跋超9%啦吼，9%吼。啊，咱台湾吼拢一度收伫33.3块对一个美金吼，所以咱对美金拢无跋啦。啊，你若看已经3个月过去啊，吼，啊，台湾拢一度伫遐徛条条。其实你毋管有国气啊，无国气啊，吼，网啊嘛会来啦。因为你就知影讲，人大家拢跋嘛，啊，美金已经贬值啊啦，吼。你台票无可能吼，甲美金台票会使 under value 一直固条啦，吼。所以其实一定会出来啦。就是咱会升值啦吼，但是咱当然毋知影讲爱偌紧甲对啦吼，但是咱嘛退100工啊，足忝的啦，足忝的。所以吼，即摆问题较重点的，就是讲头拄彭老师你讲吼，啊，即摆海到30块，啊，会使慢落来，啊，会使退偌久啦吼。因为坦白讲，咱即摆这个厂商吼，其实是两边去互扇喙皮啦吼，因为伫大陆有大赚的吼。拢互赶去印度、赶去越南，啊，拢爱变做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爱突然变国际化企业啦吼，啊，建馆爱管3-5个国家的厂啦，啊，遐拢还袂转本啦吼，啊，即马台票，因为即马咱对台湾出口美国的比重有较悬啦吼，啊，你即马若美金安尼迄个台票升值啦吼，咱就变做。赚的要等来台票的时阵会较歹看啦吼，所以头拄仔刘所长你讲，啊，迄毛利率会去互食掉啦吼，会食掉少3成啊一半啦吼，因为你即马真害就是台票嘛去，啊后壁佫有关税吼，啊你像机械业啊，遐汽车零组件，迄拢走袂去啦，啊，迄绝对是拢差不多15%到25%啦吼。会关税啦，所以其实去互跌掉的吼，变做全拢咧做白工啦。所以这是足明显的啦吼。啊，当然足明显的情形下，咱即马知影讲厂商当然会慢政府会搁做寡代志啦吼。啊，当然咱即马知影讲连续安尼一工内底安尼，杨总裁嘛出来讲话，啊，罗总统嘛出来讲话，表示讲伊嘛感觉。台湾社会即马大家拢惊害害啦吼，啊因嘛后咧找步数啦吼，啊当然咱嘛袂当讲要安怎退掉啦吼，啊即个厂商近2-3年吼，安尼硬一直互赶去东进吼，啊赶去东进的这个部分吼，其实有风险啦吼，啊咱嘛爱替大家拢做伙想想的吼，就是讲。你头讲迄个电脑金融妙计，坦白讲啦吼，因为咱即马重点当然第一点就是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吼，那照即马政府的智囊拢讲做20%啦吼，其实这是袂使，因为20%佮加台票起上少，即马已经起要10%啦吼，啊后袂收煞，所以。你若互厂商的毛利吼设一半去了后，伊差不多就真忝啊啦，因为咱足侪投资拢真开始，迄折旧率拢足悬的。
伊即马拢变做一个公司，变2、3个国家的国际企业。你总体来看，你是悲观还是乐观？就是讲，当然即马咱看起来是揠苗助长吼，要逼这个企业瞬间长大啦吼。逼这个企业瞬间长大，咱就爱替伊找人才吼，爱替伊换盘吼。因为咱袂使干叫伊讲，你就去越南啊，你啥拢甲趁大陆的。央行嘛，因过去的个性，应该嘛毋是挑工的吧？伊毋是挑工的啦吼，但是无想遮济啦。哦。因为坦白讲吼，咱嘛知影真清楚啦。外资伫股市吼，所以所长头你问讲，奇怪，那台北股市会跌吼？都外资都一直提款啊吼，一直卖啊吼，所以咱即马嘛知嘛吼，伊都年初到即马差不多卖要3000亿啦吼。所以你台票本头若敢若向伫迄个台北股市，当然咱过迄个价位是有一个目的啦吼，无爱互伊走伤紧，但是我看伤济啦。他四位安尼听起来吼，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初步的一个结论，就是讲，这个升值无法度做到，吼但是会当安怎办就安怎办，吼，声办。互大家会当休喘，也当营用，这是头一站啦。但是吼，我看到一篇文章吼，伊讲吼，这是《金融时报》啦，讲吼台湾是安怎会渐渐啊变成就这光市场的超级强权啦？就是讲，咱的寿险的业者吼，其实啦，这真趣味。我嘛知影，对呢吼，咱咧买保单的时候拢台币。咧计算，伊收台币的钱，但是伊爱去买，爱去买美金啊，美金去倒去买，就去甲央行买，所以央行无操作，但是甲即个寿险业者真合作啊，我唔知影这是毋是算作操作哦，总裁。这摆我要来问，请教四位。是。老师，你安怎看？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拢有听过这个美金的保单啦，吼，美金的保单吼，就是过去啦，吼，过去差不多20年来吼，这商品金融商品的市场吼，都真发展了真好嘛，所以台湾拢有足侪无共款的这金融商品出来吼，包含我拄仔讲的这保单，以前保单是安怎，就是讲吼，你敢若买保险，但是吼，以前一个上大的好处是会使吼，在你的所得税内底扣掉，即摆无啊，吼，所以咧，这个美金的保单就是你用你的信贷表，吼，去保美金的险，保美金的险嘛，吼。所以呢，咱若是你迄个，譬如讲28块的时阵，吼，28块去买的时阵。叫美金，迄个咱代票悬嘛，美金开始跌的时阵，跌到33块的时，你28块买的时阵，你想赚几趴？对不？有赚哦。但是呢，你即马若是讲，即马咱即下台湾啊，寿险界哦，就是赚钱，就是因为去操作即个差价，去这差价去买迄个美金的棒的嘛，国库款嘛，才去载保险啦，载保险甲投资，一旦呢美金开始跌的时阵，伊的这个 premium， 咱讲就是伊的利润就减去嘛，所以恐慌就开始，我今仔拢甲解读解读譬如讲我家己啊，我就解32.75，迄阵解掉。就是川普起来嘛，因为川普起来时，大家老师你迄阵就知，是安怎伊唔知？因为川普伊的这个伊的这个人格啦personality 啦，伊第一届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伊要行这个弱美元的这个政策嘛，所以第二届起来伊嘛是会去坚持这个美元爱伊才有法度出口，才有去投资入去美国嘛，所以既然你知影。这样伊会安尼做，就是时间的问题尔啦，时间的问题。早准备嘛，早准备，但是我来讲这是个人的因素，但是你一个国家这个金融央行伊虽然知影，但是你要叫伊早准备，伊嘛是无法度会使反应甲遮紧。
哦，老师讲甲真保守，我来问裴老师，老师你的看法咧？实际上啊，吼，寿险业者吼，之所以去投资美金啦，吼，主要是讲你看你美国的利息啦，吼，伊至少有4%以上，咱台湾偌济。前无久升息了，对啊，才1%还是2%嘛吼，所以伊当然啦吼，应该就会甲迄钱啊，保险的收来钱，就投资去国外嘛吼，啊，尤其是吼，当初咱大拢是讲美国上稳嘛吼，伊的迄落伊的在性平等啊吼，拢是拢3A吼，所以你钱放伊遐是。会当放心的啦吼，啊，佮谈人家固定的收益嘛吼，所以咱来台湾的寿险业者吼，其实拢大部分拢甲钱放去美国的资产，债券啦吼，啊，其实吼，因为像讲美国的债券啦吼，伊有分长短期无共嘛吼，之前有讲短就可能短期的吼，可能就个比啊，若较长的就叫note， 还是讲bond吼，对啊。一般来讲啦，较长的就因为伊的迄个风险贴水哈，就伊的收的钱风险较悬嘛吼，所以伊的收的利息就较悬嘛，嘿嘿，所以讲咱寿险业者大部分啦吼，拢更加都可能都是放的较济人吼，啊，即富贵险中求啦。是啊，当初吼，咱其实啊吼，寿险业者伊可能嘛是信赖咱的中央银行，因为咱总裁啦吼有14A 对吧？还是讲10A， 所以伊对咱应该就咱的中央银行吼，至少伫外汇管理方面啊，虽然讲咱是一个市场经济啦吼，主要就是市场供需来讲，决定讲这个价位是伫倒位吼。不过因为过去啦吼，咱的央行其实对咱的，因为咱的企业的组织啦吼，拢是中小企业较济嘛吼，中小企业其实都无避险，较无避险嘛吼，所以较无迄个概念啦。嘿，所以咱央行其实吼，为着咱照顾咱的中小企业，其实伊互迄汇率的升啊是变啊吼，的幅度吼，大概拢是5% 以内，嘿啊。即届吼是来讲实在啦，2天内底啊吼，你开升值10%啦吼，其实不只是咱的寿险业者，包含迄个出口业者嘛，拢受到影响。毋过这样的升息啊吼，升值较济，其实你讲拢无好处嘛，无啦，咱的通膨吼。其实是较会较降落来，会较降。当初吼，其实川普上台是大家认为讲，伊即个可能甲伊1.0的是第一遍做总统的是可能有无共款的行法啦吼。主要是因为咱知影讲，之前美国是因为是有通膨的问题，所以伊的迄个非方瑞嘛吼，伊升到差不多4.5%左右嘛吼，啊，即个因也是要上搁上台吼。咱知影讲关税其实会互美国的迄落伊的物价会搁较悬嘛吼，所以伊会碰撞去，会碰撞嘿，所以大概是讲伊即个2.0啊吼，可能就袂讲伊要收关税嘛吼，你若关税伤悬，互伊的通膨较悬，伊家己嘛受伤啊。系啊，所以伊的方式啊，吼，阮当初伫要的是，就讲伊可能就会互美金较强者，搁较强者，所以安尼就他来平抑伊的，嘿，就是关税收则较悬，毋过你的美金较悬，安尼伊国内通膨就较较平我当初是嘛是安尼想呢，是，但是安尼吼，就一再放软去吼，是，美金安尼一再放软去，伊是毋是失去伊的江山呢？就我来问老师，伊若美金一直放软去，大家对伊无信心去呢？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咱长期以来，你看美国政府对外的政策，拢是讲美元的强势是伊基本的立场，甲伊的核心的迄利益所在啦。因为比如讲，为什么即个美金会成为即个全世界交易主要使用的即个金子，货币？头一点就是，当然是美国本身的国力足强的。过来就是讲，你看咱其实不管是金融的啦，还是军事的啦，还是讲一寡文化各方面，其实美国影响力原来即马来讲，原来是一个真大。搁另外一方面，咱来看讲，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伊的外汇存底，基本上无共款的即种国家的钱的即种配比。其实即马平均来讲，美金嘛是超过50%。虽然讲咱过去这几当，咱看到讲，譬如讲中国人民票啦，想讲要增加，互别个国家来使用伊的即个比例嘛。问题咧，以规个平均来看，伊嘛是
差不多无到10%左右，无到10%。像川普伊当上台的时阵，伊其实有一个新闻，伊就有讲啊，伊讲，譬如讲中共也是像中国甲其他一寡南方的国家，恁若有想讲无要用美金来做交易的时阵，伊就要甲你扣重税。伊的意思嘛是警告大家讲，你毋好想讲无要用美国的即个美金来做交易。所以反倒头转来讲，就是至少就即个美金来讲，伊长期强势的地位至少未改变。我是感觉未改变。当然啦，咱即摆看到讲，所以老师你认为伊袂一直放软落去？咱即摆看到的是讲过去即几工，伊的迄个美金咧落价嘛。毋过你来看，其实落价当补充一点啦，就是讲咱像股票股价共款，咱若讲汇率豆豆咧起，有起的时阵有两种，一种是豆豆起，一种是像咱即届安尼起2天就到啊，嘿。不管你为投机者的想法，还是讲一般咧参与即个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来看，你若讲豆豆起，可能大家会想讲，未来可能会个豆豆个起价哦，迄种人讲预期心理会较强。伊即摆向一下起去了。咱的政府、咱的中央银行出来开几只会，你看这2天，咱的汇率就较平稳啊，就搁无搁继续创新高起啊。所以投资者彭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30块吼，咱参与这个金融市场投资拢在有拢一个整数的心理关卡。若讲这个30块，莫搁直搁突破了，我相信讲未来这段时间新台票，你若讲要直搁升达起哩吼，可能这个程度袂遮尔强啦。这我刚刚问到，要问罗老师，就你感觉美金即马在 Trump 来讲，伊敢会一直甲放软？因为放软对伊来讲，无一定拢好处啊。歹处是真明显啊。虽然有可能对别位来补开。当然咯，因为伊上少关税部分，伊绝对会甲你来抢的嘛。你即马美金的部分，哪久会使安尼拿八卦？伊就变做进口会减少，出口会增加嘛。所以伊也咧试这平衡点嘛。对，伊嘛咧掠，就是变做讲，你当然物价伊会看，物价的部分伊变做讲，伊即马伫人工的部分已经慢慢稳定啊吼，所以你看因迄鸡卵的价钱已经拔超2成啦吼，所以因为遐人工拢变做佫加登来做工课啊。你即马伊即马全世界的石油嘛，已经比迄个拜登的时阵佫落一成，所以变做若干那对看遐个，咱讲做 core inflation，其实袂伤歹看啦吼，袂伤歹看。即马若变做讲投资的部分，就是伊要甲人抢的啦吼。即马投资的部分。当然，甲日本的部分虽然讲一个1兆日元吼，1美元啦吼，但是即马因为因讲袂落啦，还佫无啥，讲袂落，所以即马日本主要的投资吼，你不管伫阿拉斯加的迄个 pipeline， 因拢不爱滴啦吼，不爱参加啦。咱即马变做讲台湾确实有影较有光彩啦吼，因为即马反正看起来伫美国上热情的都是咱啦吼。若真正讲。即马咱伫迄个销美国的遐部分吼，咱会使，譬如讲，美光迄间公司讲做伫台湾会去投资嘛吼，若即部分的投资真正有落去，咱对韩国的进口减挂，咱对美国的部分就会继续足好看的，会继续好看的。但是我看value add 会增加足济啦。但是我看赖总统有讲一句话，伊讲绝不牺牲任何一个行业。这敢有可能？这真困难呢。即马看起来是因为咱有诶行业是拢靠补助啦吼。譬如咱即马遐出团的观光拢是爱拿有政府补助啦吼。咱东南亚入来的团。这2-3年嘛是拢靠补助嘛吼，咱连遐个中南部的学校，扣遐外国学生嘛是拢靠教育部补助啦吼，所以咱其实有足侪行业拢靠补助，即摆讲你会补偌，你会使补偌久，
啊，另外一部分是咱迄个，譬如像咱迄个纺织业吼，啊上游的纺织业其实已经转型甲足成功的啦吼，因为因拢是生产不织布、生产这些特殊布料，所以遐个部分遐个需求拢out伫的啦吼。迄个部分，敢若讲咱一度拢无往迄个品牌，甲往遐个设计开发去行，啊无咱也家己布料的部分已经徛足早的啦吼。啊，较辛苦的当然是遐个汽车的零组件啦吼。即个汽车的零组件，若伫大陆有市场的，拢互逼去越南嘛爱投资啦吼。啊，若伫台湾，拢逼去美国爱投资啦吼。啊，但是即个部分，伊若台湾即个店爱去顾的时阵，伊就较难兼顾啦吼。所以其实咱即摆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好好检讨吼。啊，大家开诚布公来瞧啦吼。譬如讲，咱知影讲，有的人是安尼讲啦吼，讲反正咱即摆遐个半导体 IC 拢趁足济嘛吼，所以咱也就遐趁吼来补这个传统产业足简单的啦吼。啊，但是迄都无即条法律会使安尼做啊吼。啊，你分析会使安尼分析啦吼。啊，但是你讲袂使安尼讲，因为啥喏？咱这个传统产业请的人足济。啊，这个请的人吼，你会使慢慢啊用自动化来慢慢互伊退休啊来改。啊，但是你无可能逼伊讲。一跳就变足熬的，啊，即摆这个工具机当然是因为对咱这个去美国投资的厂，所以嘛会加减出口去美国，啊，但是伊无趁嘛，啊，即摆这咱都有需要，啊，但是伊无趁，即摆这部分要安瞧，啊，这拼好清楚嘛吼，这都要拼好清楚，所以我讲即摆做些代志吼，当然是讲拢较简单啦，因为真正有人有趁啦。啊，有人有趁，敢袂使挂来分。啊，迄都无安尼，无即个代志嘛，无即个处理嘛。咱这毋是共产党啊。所以这部分咱变做讲，若赖总统已经徛伫第一线吼，咱就搁甲等者吼，啊嘛甲拍破者啦吼，因为你肯徛到即摆遮头前吼，迄顶一届已经是蒋经国迄阵做行政院长吼，半暝啊起来开记者会讲，说咱一定爱起价吼，因为就已经起啊吼。啊，即摆赖总统啦已经徛出来，啊，伊就是爱有这个担当啦吼，啊嘛爱家己想清楚，因为你下骹的人吼，家己拢有私心啦，啊，坦白讲，大家眼光拢有限啦，啊你徛上悬，你看上济，你听上济，你会使问高人，啊加问贵的啊加较参详的。啊，咱甲来抓一个方向，安尼较保守嘛，较请总统来看咱的新眼界啦吼。哎，郭老师啊，你的意见呢？你感觉这绝不牺牲任何一个行业，这在补贴的这个情形之下，敢干那只干那补贴这个步数嘛？其实吼，以理论来讲的话，上好是政府卖介入这个商业的行为啦。哈。这以前学经济，大家拢知，但是这敢有可能？无可能嘛，因为拢有概念嘛，吼，像美国，照理讲，因嘛袂使讲伊用关税来保护因的产业，吼，这种已经偏离啊，吼，这个经济学的理论范围以外，拢变政治啦，吼，所以学政治较好。吼，啊，即摆讲到咱台湾啦，吼，因为咱一直吼，就是讲咱早期行的是计划经济啦，吼，计划经济咯，譬如讲啊10大建设啦，吼，啊政府已经计划好，人你所有的就是照安尼行就对啦，吼。但是行到即马吼，咱即马政府是无法度去控制产业会安怎转变的，因为产业一直拢走喺头前。譬如讲，咱中华民国政府敢有法度控制台积电，叫伊袂使去，伊就袂使去嘛？无这代志，因为因已经走了比政府较头前啦，吼。啊，即马就是讲较头前的这个产业吼，你台湾占偌济，但是呢，互伊占上就济，占足济下骹嘛是足济，咱讲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过去咱一直化工要转型，吼，升级转型、看20年嘛，对不对？20年啊，为什么这20年以来都已经发生啊？但是这个产业还是无法度转型，吼。另外来讲啊，哈，即使伊无转型，奇怪咧，伊那无拢无，因照理讲爱有值得着啊，啊，搁伫遐，
搁伫遐，第一个可能就是政府一直补助嘛。好，第二个可能就是因实际上有赚，但是就是微微啊赚，哦，就是懵多啊，杜小月嘛，对不对？哦啊，所以以这个情形来讲，罗总统来讲，不放弃任何一个产业啦，吼，不放弃任何一个产业，这政府的态度，但是真的，伊这个产业爱是救会起来才有效，你救袂起来，我认为政府补助你落搁较侪钱落去，资源浪费嘛。资源浪费嘛，吼，是不是？我感觉是安尼一个因素。一个拢不能少啊，吼。但是我知影，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个升达对台湾的产业的结果一定会产生着冲击，爱改变。啊，但是有可能安尼当大人，那有的人就从此退出江湖。老师，恁咧做这个经济预测的时阵，尤其即摆中国的这个因素，会变动会真大。啊，当然嘛，这个到即摆来讲，到咱咧单讲马仔到底特朗普伊是要讲啥物？伊讲有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哇！咱就家己即摆网络顶头吼，大家就家己对号入座，讲是毋是咱？是毋是咱？吼，安尼讲这台湾是有这个机会吗？老师，你的感觉咧？我认为啦吼，虽然讲咱头拄讲这咱代表升较悬啊，还是讲咱股票落较济啦吼。其实吼，我感觉讲升达，还是讲股票啦吼，我感觉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的预期心理吼。民众好像会自己吓自己，家己惊家己啦。我懂诶，咱拢厦门大汉的，咱拢吓大。第二啦吼，我感觉讲。其实啦吼，你不管你讲你要升达还是安那吼，我感觉是讲你即摆来看讲咱关税好啊吼，对等关税，其实啦吼，当然呀，国家因的关税其实比咱较悬的，对无吼？因拢是40几%，咱当初讲32年嘛，其实比因搁较低。啊来讲这个汇率的升值的，讲升达的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你看。日本还是讲欧元区的国家吼，因为年初到即嘛，其实伊升的幅度跟咱差不多啊，咱只是无小心是2天升，但是3个月啊，咱2天甲做了，嘿，所以你就讲其实我伫想啦吼，厂商吼，其实伊嘛讲啊，其实伊嘛知影讲面对川普啦吼，可能这汇率啦吼，还是讲这关税啊吼，拢是无通啊避免的啦吼，所以伊嘛是有心理准备，只是讲因的心理准备，毋是讲2天就爱做了。做完3个月的代志，伊若互伊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啦，吼，像讲川普即届伊嘛是关税嘛是有互你缓冲期啊，有30天的缓冲期。其实我感觉讲，这个政策吼，你跟应该是讲互甲业者吼，甲业者多沟通，吼，就是讲你莫讲你头前你讲你的关税谈得很好，结果你。下一手第2天尔，你的汇率就随升值还遮尔大的幅度，其实吼大家感觉较错愕啦。我感觉这点是大家无法度接受的所在啦。那像你讲的吼，是讲咱总统即马出来讲话啊吼，我感觉对于这消除预期心理啦吼，其实是有帮助的啦吼。那讲政策的沟通吼是公开透明吼，是一个我感觉是上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感觉咱台湾的厂商吼，还是讲这企业主啊吼，其实因拢看风浪嘛看有啊啦吼，看足侪，其实因若有充分的讯息，其实我感觉因通啊做好真好的准备啦。家己个人就通啊去传啊啦。对。老师呢，因为我看吼，他这图表来看，咱台北吼，后升达个8%的，吼，后升达个10%的，占经济吼10%。啊，这头拄老师也讲说，咱预期的心理要降互低，要安怎修心养性，吼，莫看外口，就看家己讲，我是目标是啥物？那免讲企业啦，个人，你若手有美金的人，还是手有台币的人，还是讲无，即马不如理好，拢来换金啊，敢毋通安尼？我的想法是安尼，就是。主席的问题是讲，即马，比如讲以企业来讲，还是讲一般民众做一个投资人来讲，面对着即马的情势要怎应变嘛？其实即几工嘛，甲真侪朋友咧讨论啦。
我的想法是安尼啦，譬如讲，这有几个角度会当看啦。譬如讲，你若是像咱头拄啊讨论，你若是买迄种美金的保单，吼，即马新台票就较值钱，代表讲你会当用较少的台票来买你原本需要付的即个美金的即个保单嘛，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你可能原本真侪钱投资伫即个美金的即个债券内底，即马美金起了，前一阵因为即个对顶关税的关系，债券的迄个价小佫落来。这个时阵你其实有两种思考方式啦。头一种就是你若譬如讲你现主时这钱要甲结清、甲收倒来，对。这若是即个角度你思考的时阵，咱经济学内底有一个叫做机会成本嘛，代表讲你可能感觉这条钱投伫遮，不如其他的更较好的用途，你钱水较活嘛。第二点就是你譬如讲你现主时嘛无遮尔啊急要用现金，你着囥遐尔利息，这嘛是一点。因为咱若以过去较长期来看，即个汇率市场拢是起起落落啦。咱嘛是前一阵譬如讲咱之前有讲到啊，伫即个 COVID 的时阵，咱台票上悬起到27块嘛。前一阵佫落到33块嘛，所以大部分就是即个范围里啊波动啦，对所以就是看讲你以什么角度来看，还是讲你即条钱，你若是一般的民众来讲，你到底即马现主时你有啥物其他的安排，还是讲你若感觉讲，你著囥的无差，无规矩买后来上某一栋厝安尼，安尼是机会成本上好，即个意思啦。这嘛是一种用途嘛。罗老师，你认为咧？那即几工吼，当然咱是毋知影讲像甲美金伫台北外汇市场一直抛售啦吼，但是当然有一个方向是较清楚啦，就是表示讲遐个为着进口来投资还是生产的迄种资金需求吼，有伫减啦吼，所以即马手上的外汇该抛售啦。所以即马较麻烦的是讲，咱下半年的投资伫台湾可能会较缓和啦。第二点当然就是讲，其实咱即马全世界吼，甲即马吼 ，COVID 甲即马吼，其实咱的全世界就业，不管对一个国家拢袂歹啦吼，拢袂歹吼。即马是敢若讲，咱遮的就业袂歹以后的迄种工作环境、工作安全消费满足，有机会好小减寡无？因为咱知影讲，欧洲。硬是拼要绿经济啦吼，绿经济一直拢要叫投资啦吼，伊就要叫大家欠长内度吼，反正电嘛贵，啥嘛贵，物价酷起啦吼。但是一部分是咱大家甲生活步调放慢，甲生产的压力，甲遐个安全，甲诱惑悬，安尼大家嘛会使过较好啦吼。感觉嘛较好。其实咱伫台湾吼，咱的公安足差的啦，咱伫马路上。这车祸嘛足济，还是趁这个机会好啊！咱趁这个机会，因为一部分咱家己的心理愈来愈有底吼，因为咱即马财富效果增加嘛吼。你政府反正嘛已经慢慢有了解讲，袂使啥拢补贴啦吼，所以咱嘛知影讲，即马因迄个在野党硬讲要2000亿来救这个产业，政府敢若讲要900亿嘛吼，所以表示政府有咧想代志啊。若开始会想，咱就毋通戆我甲你对迄个钱空一直两，因为咱有足侪方式会使互大家过较快活，社会对外口来讲，更较现代化，更较文明。钱较适合啊。对。应该会开较济吧。迄部分绝对有迄个财富效果，迄绝对会出来。但是恁若讲要一个硬，你遐讲，我投资要偌济。这即马看起来吼，即波会安尼大家一路写吼，也袂咧咯。迄就是表示讲大家已经嘛开始保守啊啦，开始保守啊，袂一路投资伫进口的部分啦，进口机械、进口遐会较放慢啦。老师你安怎看？类似的市场。对，拄啊罗老师伊讲了真赞吼，所以咱其实就是每一变的即个汇率咧变的时阵，就是变讲。因为汇率新台票悬的时阵，就对进口较好嘛。新台票若落的时阵，对出口较好嘛。所以其实对咱来说来看，因为咱大部分咱台湾的物啊，拢是为外国进口。咱自给啊，粮食自给率啊，粮食咱自给率才偌济呢？40%无够，40%无够。
意思讲咱食的啦，内底有70%拢外国进口，吼。石油咧，吼，咱的能源的自给率偌济，吼，咱无到5%，95%进口。啊，我讲一下牛肉，吼牛肉吼嘛是95%拢靠进口。所以对安尼，你看咱来看的话，就内需消费来讲的话，会较俗，对大家较俗。所以变讲，拄啊罗老师讲，这财富效果会出来，对吧？大家就较俗，较感慨啦，较感慨啊。但是通货嘛会开始碰涨哦。伊通货碰涨就是讲你开始开到一个程度来，吼，就是你的需求变济的时阵，就开始搁压起来。哦，但是有一个我认为哦，有一个半年之前。